扎西德勒，大家好，我是丹津丹达尔，欢迎收看丹达读豆的4分钟藏语教室。上一集我们的数字学到了30，这一集呢，我们继续往下学。31呢，藏文呢叫做松住缩记，松住呢是30，缩呢是31到39这个10位数跟个位数中间的连接词，记呢是1。所以松住缩记就是31，所以后面呢以此类推，32呢是松住缩逆，33松住缩松，34松住缩西，35松住缩nga，36松住缩juk，37松住缩敦，38松住缩get，39松住缩固，40呢是习住，习呢是4，住呢是10，所以习住就是40。那刚才有讲到呢，缩呢是30的简写，所以31到39我们也可以简单讲缩记、缩逆、缩松、缩西、缩nga、缩juk、缩敦、缩get、缩固、习住。41到49呢也以此类推，只是呢它的连接词要更改。40呢是习住，而41到49它中间的连接词是斜，所以呢41呢叫做习住斜记，42习住斜逆，43习住斜松，44习住斜西，45习住斜nga，46习住斜juk， 47习住斜敦， 48习住斜get， 49习住斜固，50呢是nga住。这个斜也是40的缩写，所以41到49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斜记、斜逆、斜松、斜西、斜nga、斜juk、斜敦、斜get、斜固、nga住。接下来我们来学51到60。50是nga住，而51到59这边的10位数跟个位数中间的连接词是nga，所以51是nga住nga记，52是nga住nga逆，53nga住nga松，54nga住nga西，55nga住nga nga，56nga住nga juk， 57nga住nga敦，58nga住nga get， 59nga住nga固，60呢是竹住。这个连接词nga也是50nga住的缩写，所以51到59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nga记、nga逆、nga松、nga西、nga nga、nga juk、nga敦、nga get、nga固、竹住。好，学到这边呢，相信聪明的各位已经发现了31到39它的连接词其实呢就是30它的缩写缩，所以41到49呢它的连接词就是40的简写斜，而51到59它10位数跟个位数中间的连接词就是50的简写nga。所以下一集呢我们再学61到69、71到79、81到89、91到99的时候呢，我们只要学会每一个10位数它的简写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简写呢可以拿来当它跟个位数中间的连接词，后面呢加上1到9就可以了。好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4分钟藏语教室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。这是的嘞。